哇，對，而家企咗喺港島西營盤東邊街9號，地下1樓同埋2樓成個基座就4427萬沽出啊！合共建築面積係3571平方尺，計尺價大概建築面積就係尺價12587啦。當佢70%嘅使用率嘅話，就大約係實用18000蚊到每一尺啦。樓上咧就賣緊，望上面啦，講緊係樓上76個住宅單位全部賣晒啦，就賣咗係2萬蚊鬆啲。跟住咧樓上就2萬蚊鬆啲，使用尺價，地下街鋪啊，使用尺價就18000蚊。大家都係全新落成啊，即係好平個樓嚟㗎。呢個講緊地鋪1樓、2樓咧，望下附近環境先。呢度講緊係東邊街，全部都係比較海味段啊、參茸啊、鮑魚啊、鹹魚啊。嗰邊係皇后大道西，再轉過嚟係德輔道西電車路啦。好明顯咧，成個樓因為新嘅樓盤咧就 set back 咗啦。咁呢個地鋪入邊咧就有個樓梯上去，就1樓再加埋2樓嘅。發展商叫做萬麗，香港嘅發展商，但係咧就由呢個佳兆業代建、代管同埋代售啊嚇。樓上就有76個住宅單位已經賣晒㗎啦。咁方面你睇睇就呢度賣咗4427萬嘅話咧，即係如果要租差餉物業估價署平均租值3.6厘計算話，要租133000蚊，即係地鋪啦，1樓加埋2樓嘅。咁尺租咧計翻落去嘅時候就大概37蚊到每一尺啦。咁相信唔難嘅，因為講緊一般啊10零20蚊講緊係車房㗎啦。咁講30-40蚊咧，咁好多時餐飲啊，再上啲嘅時候50-60蚊啊，再黐住100蚊咧，就要零售先能夠做到。當然啦，鐘錶珠寶啊，黐住成1000蚊，以前好勁嘅時候都會有啦。咁而家就講緊幾百蚊啦，每一尺啊，每個月。所以呢度咧咁睇到就可能一邊適合做一啲教育啊，另一邊嘅時候就做呢個餐廳，咁應該唔係太難嘅。發展商賣得出嚟嘅時候，第一手貨。好處咧就係用新樓落成，咁啊問題會比較少啲啦。唔好嘅話，而家就交吉，所以你要真係預期未來，希望能夠租到133000蚊以上，就叫做比市場嘅3.6厘回報更高啦。4427萬建築尺價講緊12587蚊，東邊街9號呢個位 OK 咯，感覺5分4翼10分超順，1分收手嘅時候，始終全新落成，都大概一個6分半位嚟嘅，唔差嘅。恭喜業主，恭喜買家。